過咗佢嘅馬勁進奔騰啦，咁啊同埋埋邊位置係千杯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嘅馬就燭光晚餐啊，外邊呢就辣得金啊。第三位天火同人內欄，第四呢就盈影飛馳啊。出邊呢有電子宇宙馬林，中間淺藍帽紅衫嘅萬眾開心啊，攝入去入邊就搖搖一上啊，外邊追咗少少快樂寶寶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百零米啦，燭光晚餐走甩咗大約2個馬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有辣得金啦，埋邊追上嚟啊，搖搖一上啊，最出仲整嘅快樂寶寶，中間盈影飛馳。接近終點，燭光晚餐一放到底啊，搖搖日上都追好多噶啦，跑翻個第二、第3名都係追嘅，出邊啊快樂寶寶，第4名係盈影飛馳啊。結果呢場賽事呢隻燭光晚餐都順利打開嚟香港勝利之門啦。最緊要都係擺咗喺前面走先啦，搖搖日上被動啊，咁啊結果埋邊追上嚟跑第2，追上嚟噶嘛，仲有出邊嘅快樂寶寶，第4名係盈影飛馳。隨於石馬房搭住奧爾文呢匹燭光晚餐，打開呢個勝利之門啦！恭喜晒！跑第2名搖搖日上，快樂寶寶後追過第3，盈影飛馳第4。今日都有啲馬咁樣掟個闊彎。